嘅監製李居明大師進場，同大家謝票好嗎？唔夠大聲喎，佢聽唔到啊！再大聲啲，我哋一齊嗌李大師好唔好啊？李大師，李大師，李大師，多謝，你哋好客氣，個個企晒起身。呢個係新光戲院最後一個午夜嘅子夜場，在座所有見證嘅人都係一生行好運嘅人。今晚我送4個字俾大家，記住一生銘記。如果你有手機攞出嚟錄住我講呢4個字，呢4個字係我送俾大家嘅。開咗手機未啊？開晒手機未啊？大家？我要你哋全體舉晒啲手機喎，如果唔係點拍㗎？喺呢度新光戲院祝福今晚所參與嘅所有午夜場、子夜場嘅所有貴賓觀眾們，送俾你4個字：一生幸福。再聽一次，一生幸福，一齊同我和應好嗎？1、2、3，一生幸福，我哋每個人都要一生幸福。多謝大家。哇！你哋真係好壯觀啊！我揸住手機。新光戲院咧就演埋今晚，其實今晚因為過咗子時就係已經係今日啦嘛，3月3號啦嘛，所以而家係啱啱開始嘅最尾嘅呢日嘅大清早子時，好唔好嘢啊？所以呢個時間係咪你哋真係見證咗新光3月3號嘅大子時啊？所以係代表住你哋係新光嘅貴人，亦係代表住你哋係最幸福嘅人，因為你哋竟然能夠喺呢個歷史時刻能夠嚟到新光，喺呢度我一再多謝你哋嘅熱情，喺過去嘅日子裏邊，你哋嘅熱情真係感動咗我，因為你哋成日同我影相。我希望呢就係大家真係享受今晚呢2套嘅電影，呢2套電影係我想同大家所講嘅説話。我喺呢個香港從事業務，做風水命理，喺電影圈，喺做新光。咁呢40幾年嚟，我1977年畢業嘅喺浸會大學。呢40幾年嚟，50年嚟，我最想同大家講嘅説話喺今晚嘅第2套電影裏面講晒。所以喺第2套電影嘅時間，如果你睇嘅時候，其實係李居明想同你講嘅説話，亦即係送俾你人生最有意義，我認為最有價值嘅説話，就係人心所安就係一切嘅歸處。人最緊要心安自在，咁就得㗎啦。咁而大剃度呢套電影裏邊就係講咗我想同大家講嘅説話，所以你哋留意睇 ending， 我着住件法衣喺漫天風雪講嗰段説話，係送俾你哋嘅。今晚呢，我好想陪你哋一齊睇到3點幾，但係我由今朝到而家未停過。頭先我睇小平你好，擘大雙眼睇足5個鐘頭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呢，你又知道。即係好多人同我影相呢，其實我呢都有的咁多作病，咁所以呢，我今晚希望大家原諒我呢，我係唔可以陪大家睇晒所有嘅戲，咁我只可以睇一陣，希望大家原諒我好唔好啊？因為我真係非常之疲倦，聽日我又要接受幾個傳媒訪問，聽晚又繼續要睇小平你好，但喺呢度呢，我知道你哋都係我哋嘅鐵粉啦。咁我就好誠意地話俾你哋聽呢。第一，嗱你記住4月份嘅時候，嗱3月就我哋完啦。4月份嘅時候，我哋西九就會喺6月做粵劇特朗普咯喎，
所以你哋4月份嘅時候，記住嚟預售買飛喎。嗱，呢個就係對我最大嘅支持啦。另外，我一有一啲任何新嘅消息，有關於未來我哋有咩新嘅發展，新光精神點樣延續，我一定第一時間向你哋係報告，同埋話俾你哋聽，跟住落嚟我哋有咩可以做。雖然而家暫時完全都未有咩結論，但係我相信喺大家嘅支持同埋努力之下，我哋一定可以明天更好、更多好嘅新光精神係會延續到去香港嘅任何一個角落，亦係仲喺你哋嘅心中。多謝大家。當代粵劇團係會繼續演粵劇。喺呢度呢，我再提示今晚嘅觀眾，如果你有時間，係最好能夠盡快睇大結界愛恨日本者嘅妖精。喺樓上我哋仲有機會演嘅，好多人已經睇過，已經讚不絕口。咁大家如果今晚睇完呢兩套戲之後，記住呢1-2日睇下嗰啲檔期，睇下仲有冇機會做喺樓上做大結界。呢套戲係今年嘅2024年嘅大迷信，所以係愛恨日本者嘅妖精。如果你去過日本或者未去過，一定要睇呢套戲。咁我哋而家開始睇戲，我陪大家睇一陣，希望大家能夠諒解我，好嗎？多謝大家，多謝，請大家就座，請大家就座。